本集是由国家电影以及视听文化中心赞助播出。欢迎收听阿迪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迪。大家好，顺风过来咯。咱这集的播出时间是大家已经连假不伫连假中哦。不，咱录音的时间是还伫连假当中啦，但是大家听到的时阵已经开始伫上班啦，所以心情不知啥款。这个一届休遮长的假，休假拢出水哦，10天嘛，对无？我是无休假长啦，但是因为真侪人差不多休假10天啊。咱毋知要创啥带迄个镜头无？长期的假休假了，迄个镜头讲要上班啊，正好穿也无呢，无介意安尼。系啊，够艰苦的，嘛在上班。因为咱即个发布时间嘛，拢毋是拜一啦，可能到一说，是毋是？我以后甲改成拜一，大家一做伙上班，但是咱时间则长吼，直接拢较长，敢若嘛无都讲你一抓拄好听了。等下佫继续听，我跟这以后甲讨论啊。当然大家当你录音时阵，佫伫新正年头，其实就算是咱发布时间嘛，佫算新正年头啦。对啦，对啦。15嘛，佫元宵，佫拢算新正年头。我毋知大家感受啦，但我毋知啥人吼，今年感觉较有迄个过年气氛。连迄个炮啊嘛放特别济，毋是我放啦，都毋知啥人今年敢若四界拢伫放炮啊。我是毋知，来咱遮吼，宜兰遮东山即边遮吼，奇怪咧，逐工诶哦，拢无休困哦。我大遐嘛是有，但是到半暝啊，可能12点嘛，还佫伫放炮啊。嘛毋知讲是庙诶放是啥物新明星啊，是啥物？你若讲初九啊，大阵拄煞吼，敢若嘛毋是。可能就迄个疫情吼，冻伤久，逐个拢吼爆发呢。今年佫假较长逐个真正买炮啊啦，佫规个过年气氛啊，庙啊，我佫去几落间庙啊行行，嘛去食点仔糜。无得行呢，反正大家已经开放的感觉就对啦，敢若讲开放安尼。所以今年电脑毋知是安怎较有迄个过年一丝的气氛啦。因为伤久啊啦，伤济冬疫情的关系。你过年时间有去倒位行行无？无啊，就是去庙啊，附近的庙啊，行一下春节对。我后来才知影讲，原来毋是讲全台湾各地即个庙啊，拢有平安糜即个物件。毋是每一间庙会年初吼，一两三吼。这啊，一初一、初二、初三呢吼，普通3天拢有哦。咱遮啦，咱宜兰大部分拢有啦。我后来才知影讲，原来宜兰大部分的庙啊，拢会有啦。但是是每一个县市拢有，一个县市是无即个县市的。佫有迄落甜圆啊，圆仔的嘛，有嘛食过圆仔。糜就是看讲搭一间。有素食，佫有迄落粗的哦。一般当一般敢若拢会分啦，粗的甲素的拢会甲你准备吼，拢会甲你传出来。只是讲因为今年可能前2年啊，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真济庙拢讲阮今年取消啊，今年无做吼。但是今年大家拢做吼，迄早就迄个地图，这样宜兰县的地图做迄。有够济啦，逐间拢创个足澎湃内底，今年真正就是比即个看相澎湃，看相资料好食，这今年就是安尼，所以真老热啦，较有迄个过年气氛，前几年啊，确实因为疫情的关系，拢无法度。我今年家己嘛惊即届咧，我有走去即个之前咱捌做过内容，做过主题即个猪母娘娘庙，吼，伫咧嘉义东石。我去讲是有够怪，讲扇海风吼，有影是去互海风扇就会疼，吼人徛袂知咧。拄我去讲风足透，然后寒溜溜安尼，毋过亲身去即个。猪母娘娘庙，无共款。你讲过伊的故事了，佫重新去看，当然伊毋是做即个猪头的造型啦，伊咱是去，咱知影讲台湾有2间猪母娘娘的庙，一间是咧即个嘉义东石蛤蟆寮即个所在，细间仔尔其实无大间吼。那另外一间是咧
应该是台南北门迄边吼，一个定海将军庙迄内底嘛是拜猪母娘娘，故事小可成，但佫无完全共款啦但是咱之前捌讲过，即个故事是伫咧家己当中一个所以即个咧亲身走去甲看，即个去甲探望一下，迄落探视一下。有当时我感觉讲，这敢若小可成迄落幸运的感觉。探亲啊，我若算吼真久无去朋友遐吼亲情来啥来讲，无啦倒来会创啥？我讲无啦，探亲一下。就你讲出伊的故事了后，有一款无共款的感受，敢若甲有一寡交集、一寡联络迄落感觉吼，所以亲身去到伊的庙仔去遐看时，迄感受是完全无共款。迄当然啦，迄个。那个迄个感觉吼，无法度感同身受啦，你家己本身去体会啦。对啊，所以大家若捌听过咱内底，比如讲之前讲的无共款，比如讲过年时间，大家嘛真侪人走来宜兰，来宜兰，你若有听过即个头城即个将军庙，即个鸟仔的鸟神的故事，你搁去亲身去看，庙仔嘛拢无大间，但是你亲身去看，迄个感觉就无共款啦。你知影伊的故事，知影是啥物代志，或者是像今年我有去甲即个大兴南洋真南宫咱之前有讲即个三王斗张公虎爷曲失踪内底开设着三间庙的故事吼，这三间庙嘛拢是真大的庙啦，大家若过年期间有来到遮，或者是讲你后壁放假的时阵有来到遮，后壁其实嘛佫一寡年假嘛走到宜兰来耍，你就会使即个亲身去行搭一个吼，迄个感觉拢无共款吼，我知影你做过啥物代志，迄个感受是真好耍啦，新正的时阵，另外我嘛有去即个闽乡，拢走家己，虽然差足远啦，闽乡的即个大树爷庙，咱之前捌做过普渡的故事对无？讲即个普渡要安怎看吼，普渡一寡真正讲看星看道啦，还有咱即个大树爷现场的采即个大树爷，拢会讲到大树爷，就绝对无可能无讲即个闽乡上大间即个大树爷庙，算讲是全台湾大树爷庙的总庙，所以亲身遐甲看。当然我读册的时阵，因为本来就是咧家己，所以真正嘛咱有机会去甲遐，但是迄个时阵无特别有即个想法，会去遐行去佚佗。是庙就庙嘛，吼，袂迄时阵可能对庙无感觉，无即个灵感，我就感觉讲就是庙嘛，就是敢若像厝边的厝安尼，有拜拜就食拜拜就是安尼尔，甲我亲身去看了个，你就感受佫无共款。你做完大树爷庙的大树爷的故事了，去看到伊大树爷庙内底采毋是咱一般普渡时看即款青面料的迄款的伊是拜即个观音菩萨，观音大师嘛。因为咱之前伫故事内底，你就会使想着讲咱故事内底有讲即个。常常有人讲即个大树爷其实就是观音大师的一个法相，伊一个化身。因为讲观音因为即个你无共情形对无共的人要开破，伊用无共款的法相来示现，就是互你看到我是啥物形的。所以今日是五几个形恶鬼嘛，咱讲伊拢会化身就对啦。伊可能会是查甫款查某款、老岁人款。根据伊的需要会去变化形象，各种幻化啦，所以即个青面了嘅也不过是伊的一个化身之一安尼。若是安尼去想，就想感觉讲你若普渡时阵看到即款青面了嘅生无代角，你嘛袂感觉讲真恐怖啥？因为伊背后共款是一个即个慈悲的法相，对，变成即个感觉。所以你看即个物件时，感受会足无共款的。咱若知影伊背后的即个故事安尼。你家己都敢若去厝的附近的庙仔行行。无去较远，较远较大家啦，找亲情迄款，探亲啦，阮小姑遐啦，就个因一个查某囝倒来伫屏东，伊算屏东还是？我拢定袂应该是吼。因查某囝嘛，等我讲好难得的机会临时想着啦，我就想讲找阮段迄个出来老老实实的安尼，较远是。惊人济啦，就是讲，嘿啦，就是拢塞车就对啦，看到后尾好可怕咧，够恐怖诶。我即届是无啥塞车着啦，小看，但是无算讲介严重。我另外补充一个，特别感谢即个庄卡人乐团的即个主唱，或者即个张家祥，若是宜兰叫做家祥啦，张家祥，为什么即个名我敢若定听哩呢？即个庄卡人的主唱，这是一个乐团因为伊家己伊个歌曲大部分嘛是台语为主的
伊伫即个民雄火烧庄，即个家乡或者家乡吼，就看你啥物款腔口念啦，就去就传信息来问伊讲，你有要见这面无？因为伫网络顶悬有当时有小开讲一个吼，但是无真正见过面安尼。盲人嘛真热情啦，讲好啊，就几点之前拢会使，就真正去到遐就甲讲，我伫倒位，因就出来，阮两个，就厝边阮两个，因为遐有一个即个五谷王庙。以前人就讲，要约会哈，一个约一蕊花。咱拢慢免，我翕相就好啊。我就直接甲即个，比如讲我伫五谷王庙，我就翕迄个庙的相片互伊嘛，会讲伊伫隔壁尔，就是都住隔壁尔，是出来，就拿烧金两个人拿烧金开讲。今日就对啦。会啦，就讲要2点钟去啊，就是讲一寡，因为伊家己是读即个台文相关的科系吼，所以就真侪建议啦，无共款想法啦，讨论伊嘛有做 podcast 吼，所以阮嘛有一寡 podcast 讨论啊啥咧，嘛真侪收获，嘛真感谢伊专工佮走出来甲我介绍迄附近的环境啦啥咧，真好耍诶。即个开讲就是吼，真好笑诶代志。你毋知有发觉无？如果讲我咱来外口行路出去，拄着诶是讲诶哈。坐落去无坐啦，当徛伫遐，就一直讲，可能1点钟过毋知哦。毋过如果若是讲你来阮兜开讲，会开袂落，这个足奇迹诶。硬要做伙坐落来开讲，敢若无一定法度。足奇迹诶，你有时啊出去安尼哦，捌伫门骹口啦，像我拄捌一个安尼哦。顺其自然讲。摕本数吼，就出去拄着伊真久无来朋友，昨下摕就伫遐讲话，我想阮兜甲离。因为我热无着，热骨无同去，拄着伊种讲话，讲到等来吼，门封锁着，有够可怜的。伤晚。讲要半点钟了，结果阮囝甲锁了，阮人去上班，哇，你可怜，那叫嘛无，无人应。到尾好佳在隔壁真好心，载我去阮翁遐摕锁匙转来开门，哇，我有够悲惨嘛，我为着开讲讲安尼，所以要注意啊。开讲时阵，若要出门较久的锁匙嘛是早一对，所以我即马拢原则上吼，这是提供互大家参考啦。只要我毋知恁厝的情形什么款的人，我是关足济遍啦，所以我拢定讲，你只要啦，干嘛共阮讲话讲，阮讲话我嘛甲讲，你只要啦出去只要吼踏出这个大门，麻烦你锁匙拢爱带着。有一遍前几工嘛，佫即种诶，我是伫外口行行咧。我甲伊讲无法度，有时候你想袂到。嘛无人随时我伫咧厝诶等你啊，无得靠大家嘛走出去。无啦，凡是拄坐去楼顶，坐拄去水身躯，我都拢免啊。对啦，所以要出门诶人，请注意。锁匙随时扎在身，也是换迄款用2号码嘛会使啊，保全迄款嘛会使。比较较进步啦，咱目前还未啦。在此感谢这个曾卡人主唱嘉祥真甲多谢。另外佫一个感谢是有这个家父家父甜油香的这个叫做 Terry，Terry 就讲，伊有老话伊讲。就介意阿爹甲说通主人的 style 就是风格style。上班听下晡细字笑出来，好无聊的工课就秀一个就过去啊！多谢你。感谢 Terry 吼。讲到这个秀一个，你有想到啥无？秀迄个天天开心。所以一下秀一个在这个会所。无安尼讲啦，即嘛嘛是有哦。做你的秘密了呢。感谢这个 Terry 来今日吼，在开讲一段时间，主要是因为今日正题较长一撮，咱若有听开头的人就知影讲，咱这一集吼是这个。国家电影以及视听文化中心，伊的一个赞助播出吼。那当然，因为这个主题跟咱的内容本来就真符合吼，所以才会讲有这个合作安尼。那因为这届要甲大家介绍的就是台语电影。台语电影毋是讲你电影内底有讲台语，就做台语电影吼。可能是古早北上古早吧。你过去捌看过台语电影无？捌咯，少啦。你捌看过？毋是大尾罗马迄款的哦。无，迄个野仔啊，我来讲野仔，人就知我年龄，我唔爱讲。大可零零啊，我你讲我人拢知影我的。等你若是捌听过这两号人物了，老会甲我讲一下，我真正唔知影吼。这个台语电影讲其实吼，一般差不多是伫咧1955年到1981年这个时间，差不多26档啦。真遥远啦。1955年讲久嘛。有啦，差不多70档至50档前左右啦吼。我这回啦，
拢伊后壁继续放嘛，因为伊甲1981年时间拢有算啦，所以其实时间嘛真长一外年。其实迄个时阵就是完全用台语发音的电影，当时咧就是甲其他语言的片来做一个分别啦。伊有一个特色就是讲，毋管你电影内底有啥物角色、啥物背景，一律拢是讲台语。这其实就是为着服务台语是伊的母语的人，而且是歌听有台语的人。咱知影讲，伫咧迄时代，其实真侪人本来母语本土语言是台语嘛。你讲新的即个语言华语入来了，毋是每一个人讲学就学会起来。这话人我已经有会啊，讲这我学这无遐简单。咱即个会你当向要学一个新的语言，拢无遐简单嘛。而且你无迄个环境，确实无人好甲你对话所以讲就真困难。真我当有兴趣嘛无法度啊。所以迄个时阵有一段时间真大量即个电影片就是完全用台语，就算你今日演的是一个，比如中国岛遐来的人啦，日本岛遐来的人啦，拢是讲台语。迄当阵真是拢配台语的。你无看安尼，敢若短26档尔，这26档内，即个台语电影产量超过1000出。安尼不离。你看1000出，你若平均来算一年有出几出？因为总共26档尔，这足侪出的。不离安尼讲哈。产量真大，迄阵拍片拍足紧的，可能凡说3个月就要出一出啦，安尼吼。咱内底是什么题材拢有啦，互你想会到、想袂到的拢总有。比如讲咱的较想会到的，像即个爱情片啦，还有即个安尼讲悬疑推理片，悬疑推理就是即个悬疑啦，较紧张、较机卡的吼，咱毋知发生什么代志，是毋是有即个凶杀啦，有人有凶手的即款的吼，鬼仔片啦，凶杀案啦。一寡即个小人物拍拼出头天啦，这拢无问题啦，这一定拢有，大家拢捌看过。那甚至是较复杂，像即个间谍片，间谍片，迄落安尼，你害我，我害你，迄种你是哪一个派来的？哇！像即卖安尼勾心斗角，迄落8点档的安尼。什么？你是天机第几号？即款的，就是咱讲失败啦，还有即个外星人的世界、外星人外星人的世界啦，囡仔故的改编啦嘛，拢有，或者嘛拢总有。像囡仔故较有关系，就是当有一出这几档真有名，说《大劫梅花录》，我毋知你捌听过《大侠梅花录》。捌听无去看。伊这足奇怪，我跟你讲，内底动物拢是人搬的，个个拢画甲敢若妖精咁，特殊的伪装嘛。你若打看，你打电影看袂着遮奇怪，奇怪是较好听啦。你想到是这人是发生什么代志但足趣味的，你是足趣味的一个时代的物件。但是要讲到台语电影的这个黄金岁月，那伊就袂使无讲起一个真趣味的人。其实伊伫电影界时间无算介长，但是伊足重要的。这个人叫做林团秋。团是团成的团，倒手边即个人字甲提掉，刚换成即个手提边，手字边，做林手字边的团，手就秋天的秋，或者林团秋，这个人算讲是即个电影界的专才啦，就是逐项拢爱会晓呢，嘿，逐项拢爱会晓。咱先大约来熟悉即个林团秋伊本人的经历。林团秋是即个1920年，也就是大正9年，迄时阵台湾是大正9年。29年就是1920年哦，嘿，就是大正9年的时阵，迄时阵台湾是日本时代嘛，日本时代出世的吼。伫咧当时即个新德州桃园郡桃园街出世的。当然咱Q 咱讲桃园啦，但咱形容一般Q讲新德州。迄州的范围足大的，新德州毋是敢若单的新德市遮大尔，嘛毋是新德县遮大尔，包含桃园嘛拢是。嘿，日本时代的即个行政区的。当然，即个街嘛毋是一条路的意思，是桃园街出世的。桃园街若是即个行政范围来看当差不多，因为拄好是伫咧1920年，就是伊出世迄年实施的即个行政区的。简单来讲，大约来讲，就是讲桃园街差不多是当桃园市的桃园区，就是。正桃园即个所在，即个范围就对啦。你若甲中立人讲你是桃园人对无？即个中立人就讲无，我是中立人，我毋是桃园人。是安尼哦。所以因为这有分别嘛，像罗东人，你讲你宜兰人，伊嘛甲你讲我罗东人，共款意思。所以即个是桃园市桃园区的即个范围。过去你小等咧，你现在讲即个，我是罗东人，我是宜兰人，有些嘛是即个。
意义真好笑，你知无？你若出去外人甲你讲，外国你朋友会甲你问讲，你倒位人？咱一般一定都讲我宜兰人啊，我袂去讲我东山，我罗东，我台东。袂去讲迄个，罗东无啥共款是，罗东真出名，罗东也真出名。就像你若去彰化吼，你讲你彰化人吼，若是即个园林的人讲无我园林人，因都会去区别即个物件，就是我无比即个共名的即个市内底较低，嘛毋是讲无算咧，应该讲阮是平等的，比如讲你讲宜兰，定定当然想着宜兰市但是我毋是宜兰市人啊，吼，所以我特别爱。来强调讲我是罗东人，若是罗东人来讲啦，我毋是啦。感受无共款，因为我捌拄过话人就是安尼吼，真侪人拢会即落感受。中立人就会讲我是中立人，你若讲你若问讲伊是毋是桃园人，袂使，伊会甲你强调我是中立人。意思平等就对啦，一寡竞争的心态啦，这是较特殊的所在。毋过就是简单讲，就是桃园街，就是在桃园市、桃园区这个所在安尼。林团秋是出世伫即个好野人兜，佫是孤囝，算讲是厝内小命，伊确实嘛有好命啦。人的教养是自细汉就开始嘛，好野人甲你想的无共款，所以人自细汉阿爸阿母都定定带伊去看戏，阮厝边嘛定定有大官得来去。拢是好野人嘛，出来好野人啦。较早人讲无写无事，互囝去做戏嘛。人即款家庭富裕看戏是培养人情义理，富裕就是即个富裕的意思啦。念字也可以，念字也可以，讲究是念字，富裕安尼吼。是讲即个规工看戏，学校的成绩总是有影响。当然咯。初中的时阵呢，先生就来到厝内啊，就想讲甲即个爸阿母吼小可秃头一下。秃头就是小可暗示一个，小点一下，吼，等讲你甲秃头一下，就甲暗示一个意思。你就即个先生就讲，即个阿秋的阿爸阿母吼，咱囡仔看戏是娱乐啦，课业嘛是爱小可较紧一下，紧就是爱对一下爱看一下吼。爱互小莫对人袂调查济啦。总无讲低头毋顾去顾秃头，日头后悔煞无地靠，对无吼？所以就是甲讲，你毋通为着看戏。功课较重要啦，就是即个感受。想袂到咧，即个本身就是戏迷，即个阿秋因阿某，一声就甲即个先生因讲，无喏，先生啊，要哪会通？这功课无好，确实是会使过用功啦。但是好戏是无通啊，互你豆豆啊通。韭菜烤了是换新栽，若好戏线场是不再来呢。所以你看这规家伙啊，伫看戏偌注重。有迷拢真迷的。因为阿爸阿母就足迷看戏啦，所以个无要紧，功课无好个读就好啊。那留级啊，就个重新读无要紧，但是戏若无我就无啊。但是戏若无我就无啊咧，线场就无啊咧，对无吼？无怪即个日后林团秋人会讲伊会伫咧讲，这叫做看戏看甲更戏人嘛。今天我毋知你听过即句话。看戏看甲当伊去装戏人。更戏人意思讲，伊本来看兴看戏，看到尾家己撩落去做啦，吼，家己过去看到兴到尾啊，家己就撩落去做意思啦。讲到林团秋本身，初中就问这里，你讲孤囝啦，吼，嘿，孤囝吼，初中读无了。16岁的时阵呢，伊就往到当时的内地，内地也就是日本去读册。有钱啦，算讲直接读高中业就对啊啦。直接嘛要甲大家提醒一下啦，过去台湾是日本的殖民地，这大家拢知影。殖民地是，你讲日本是内地，这我嘛无啥物好讲，确实当时是安尼。但是现主时，除非你是指南投啦，若无，毋管你要讲倒一个国家，拜托一个，拢莫用内地即个词。台湾目前的内地就是南投尔。无迄个其他国家是叫做内地嘛，这是我感觉大家去小可注意一下，毋通受到一寡奇怪影响。那另外佫补充一点，就是因为日本无即个团即个汉字，咱都讲摕手柄的团所以讲伫咧日本一般会改做即个林朴秋，朴树的朴，字较成嘛。另外嘛，佫有一个名号叫做即个林团治，智慧的智。个改名的意思安尼，有几落名号啦，当然伊的称呼啦。伊本名其实是林团秋，只是讲若伫日本写的物件，定会用林朴秋，因为伊无法度写团。等于个另外一个名称安尼。传统的团智慧的智，嘛会使嘛用林团治。写剧本的时阵，有当时佫一个笔名叫做林奕魂，伊就是比翼双飞的翼，就是即个。
这华语要安怎讲我毋知，比翼双飞啦吼，啊云就是天顶迄个云啦吼，所以或者林翼云嘛，有吼几落个名安尼。哦，安尼会乱哩哦。要紧，我伫内底原则上拢是用林团秋来讲啦吼，因为本名是林团秋嘛。林团秋伫咧日本高中吼读了，佫读大学哦，安尼哦，讲家境真正袂歹吼，而且是明治大学政治经济科。政治经济科吼，政治经济科，共款伊是伊诶惯势啦，读册反读册，戏嘛是爱看，戏嘛是爱看。哦，迄时阵呢，伊定定进伫东京新宿吼，新宿区，你要讲新宿区嘛会使，讲新宿嘛可以啦吼。第一个剧场啦，哦，有人叫伊做红风车，风车红风车，嘛有人叫伊做红模房，模房就模仿。模仿就是石模啊，迄个石模啊，新迄个石模啊，吼，就是那华语讲就是红模仿啦，吼，其实这是来自法国一个真有名的表演场所，叫做红模仿，吼，可能就是当今时拢真侪西化嘛，吼，模仿真侪西方的物件，所以就即个剧场，嘿，伊就即个剧场叫做红模仿啦，吼。当时已经算讲是昭和时代的初期啊，新剧就是现代戏剧啦，吼，新剧。伫咧日本算讲是风风火火长青，那林团手咧规工拢浸伫内底吼，那有讲敢若看无动手诶，所以动袂调咧，都看戏看甲光喜人就是安尼吼。伊哪读大学，就哪去参加即个剧场诶，即个文艺部，兴趣伫内底嘿，就是真兴啦吼。文艺部咧，就是负责个导演啦，或者是编剧诶，即个工课诶所在吼，都开始迄个时开始学即个物件，学剧场就是舞台戏啦，嘿。迄时咧，伊开始做几出戏，啊，凡是因为当年打下诶即个基础有在吼，自细汉看伊看较大汉嘛，舞台诶演出，也凡是讲经验丰富，也凡是讲是真正伊确实有才情啦。深头啊几出戏吼，就受到即个大家注目，大家拢讲哇，确实做了袂歹吼，即个台湾人遮厉害安尼。哦，当时有专门报道即个戏剧活动的即个报纸做都新闻，专门都写即个戏剧表演的。哦，较早毋知啥人有法度靠这价钱吼，哦，就甲伊学落甲伊答字讲啊，确实有才情吼，即个新人一出手就已经遮厉害安尼。毋是干那尼尔吼，伊若戏热戏寒时阵，转来台湾吼，就是咱讲暑假寒假的时阵吼，伊嘛是定无讲营营做一只店空具，规工伫遐棚骹当做死人要食毋讨趁，无即落代志吼。伊诶，即个转来台湾，就甲地方诶，即少年人组织即个商业话剧团、双业会，反正真有兴趣。你转来戏群大只假嘛是共款继续做呢？伊就做即个戏剧诶创作。等到伊大学一毕业吼，因为伫咧剧场诶即个表现伤好啊嘛，吼，所以即个红模场诶剧场诶即个头家叫做Sasaki Senri，佐佐木千里还是佐佐木千里，看你边仔念啦吼。伊日语原名做 Sasaki Senri 啦，就甲伊推荐互甲呾。抑个一直伫拍电影的电影公司，凡是你嘛捌看过即间电影公司，叫做东宝影业，东宝影业哈，做副导演。咱听友吼，若是有够共款，真爱看迄个怪兽电影，五指啦，五指啦，我毋知影，直接敢若恐龙迄个物件吼。大家应该都我知影，因为即款感觉，因为东宝吼，就是创作出五指啦，即个新秀，对我来讲是新秀啦，神兽新秀的即个电影公司。你就介意的对啦，真趣味吼，即间。其实即间东宝吼过去咧，都是做剧场出身诶。吼，你拍电影之前原本就做剧场，吼，即因缘嘛是真济就对啊。技巧哈，若讲到林团手伊进入即个电影公司，吼，咱大可能较无感觉啦，讲就去食头路嘛，做一个副导演，吼，迄时做副导演。其实伫迄个时代来讲是无啥料想会到诶代志哦。我是安怎讲？过去咱定定讲到日本时代吼，咱之前嘛讲真济，甲日本时代的台湾变化有关系的代志嘛。因为日本已经进入即个现代化的国家，所以即个阶段了咧，台湾嘛伫日本时代就引进真济新的制度、新的硬体设施，吼，像咱之前捌讲过水道水的系统，日本人来遮有诶较早台湾人无爱洗粪水，咱遮守好啊，咱遮有利益哈。温泉洗浴嘅生活惯势啦，吼，或者是广播电台啦，只有咱之前嘛捌介绍过，吼，是日本时代。进入的，这拢是日本时代引进，互咱台湾提早进入现代化的社会，台湾才真正转变嘛，变成现代社会。毋过我感觉咱嘛爱记咧一件代志，就是
殖民地就是殖民地，殖民地，咱这是无公平的差别对待无为家己出声的权利，受到殖民政府的剥削，剥削就是剥削，这是较文字出来讲法原本就这个事日本时代就这个记录啊。总共一句就是，你台湾人都唔是日本人，这我讲，这个时阵就是安尼对日本人来讲，你台湾人想要进入一寡重要的这个单位食头路，受限制，迄就叫做想要严加探红杯啦，因为啥那个无遐简单。受限制。其实自教育开始就是安尼伫台湾的台湾人甲日本人读的学校都无共款是分别的，分别教育的受的教育内容嘛无共款，就政治啦、经济啦，一寡教学的物件啦，拢毋是你会使去捌的啦，拢无你的代志。是安怎？就是因为你了解愈侪，你就愈有机会对殖民政府提出反抗、提出抗议，就是用各种手段来造成我的困扰嘛。所以所有的政府，你若是殖民政府，一定是这款的心态，所以殖民对每一个所在人拢是有伊真败害的所在，真影响真大的所在，绝对毋是干那好处尔。对，伊惊去互恁迫害啦。我讲咱虽然讲真济日本时代台湾的建设，但是嘛爱了解这件代志本质是伫咧遮，所以这是无共款的。大家注意讲啥咧意思？或者是电影公司这件代志真特别。工课当中嘛是共款像电影如果讲电影嘛，做副导演，电影这款因为有宣传作用的工课，因为电影啦，还是radio啦，这拢有宣传的效果嘛。对，基本上这团部真厉害。基本上是无伫请台湾人的啦。我哪有可能互你来内底黑白人所以来讲，林传秋当年有法度入去东宝电影，其实我认为讲有几个可能的原因。第一就是讲，咱有讲过，东宝自本就是剧场出身的企业所以就是原本就做剧场的啦。所以这个红毛帮的这个头家，应该本地反正就甲东宝的高层，甚至是因的头家都有熟悉。当然，伊来推荐，当然效果自然是无共。我这个老朋友、老战友甲我推荐的。对啦，本身来看讲，伊这个林传秋嘛是一个人才啊。是，这是第二点讲。因为林传秋伫咧红毛帮剧场的时期就已经做出几落出一个真受欢迎，连报纸都有刊的这个作品，做名声嘛真响啦。所以可能凡是东宝一开始就注意到这个人演艺界还是这个剧场界有一寡袂歹的人才，爱注意到。第三是较规个即个整体规个社会的情形，就是讲，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个太平洋战争爆发了，就是日本毋是去偷袭珍珠港就得失着美国嘛，美国就决定要参战要甲你相拍美国对日本当然日本就虚咧咧嘛所以即个时阵呢，伊规个力量日本的规个力量拢投入去战争内底所以战争期间当然人力就严重无够嘛，过去咱这少年的人才伫咧电影公司伫咧倒位拢去参军所以当然无人啦，就真济工课是你要找有人，就阿弥陀佛啦，更何况是遮尔有才情的人可能嘛无才调去想讲这是台湾人还是日本人啦到这个时阵，所以事实上嘛，因为安尼过去一出电影伫咧东宝啦过去一出电影拢爱配3个副导演人才这个编制是真大，但是拢剩一个尔因为拢无人嘛，大家拢欠人3个来讲，我那是不哩大场呢。对一出电影敢若副导演就要3个所以大家就使分工嘛，你负责啥，我负责啥。但是因为大家拢敢若剩一个尔所以因此虽然足忝的，但是伊嘛才有这个机会，逐项拢家己来灯光啦、设计啦、舞台啦，或者是这个做背景、做景啦，你拢爱想，拢爱学嘛。是啊，伊无人通甲你斗相共就是因为这个关系，伊个更较互家己更较逐项拢会晓，项通安尼讲北管的人讲这个八只交椅坐套头，八只交椅坐套头，这个感觉讲我逐项拢做过，逐项拢会晓的感觉。其实到了这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1943年，咱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投降是在1945年，就是2年前，因投降的2年前林传秋本地是要去日本控制这个满洲国去斗相共拍一出电影，满洲国人之前嘛捌提起到过，伫咧这个应该是什么几万
几万公里的这个为西伯利亚转来到台湾，依然这个单语文的故事，开药房这个单语文的故事的时阵，就讲到满洲国其实就伫中国东北迄个所在，迄时日本控制伊就要去斗三共拍一出电影，想讲要去进前小可有一撮时间，无先踅倒来台湾，行看一下嘛，出来小可看一下，像知影咧，说互这个台湾演剧协会降留落来。这个协会硬甲留落来就对，伊接一个叫做戏剧指导员的工课，戏剧指导员戏剧指导员。该留落来一个人才嘛。是安怎这个台湾演剧协会有裁掉甲林团长硬留落来咧？你一个单位凭什么甲我留落来？因为咧，伊的背后其实是皇民皇工会。皇民就是皇民呐，咱讲皇民化，迄个皇民，日本有一段时间伫做皇民化运动，就是要甲台湾人变成日本人嘛。皇民皇工会，因负责台湾所有演艺团体的演出，佮有剧本的审查，到中后期了，台湾的演出拢必须来审查，你爱配合日本政府的宣传。因看半年才会使放啦。是，不管是电影，不管是戏剧，拢是同款一切拢爱符合这个皇民皇工精神就是意思就是讲，你简单讲来听皇民，咱就知影讲是皇民化运动的一部分。当然，因为皇民化运动较复杂，这个咱以后有机会再来讲啦咱知影讲这个是防备的意思啦。咱知影讲这个台湾演剧协会，就是后山家讲话才会这么请赢所以伊分配互这个林团长的工课，这个戏剧指导员要创啥咧？其实就是要检查这个作品内容敢有皇民意识，敢有符合着日本政府的需要。要求啦。是，若无就甲因讲你爱安怎改安怎改譬如讲布袋戏，你就爱变成穿这个 kimono。较早时迄种金光闪闪，咱袂使你爱穿 kimono，华语叫做和服嘛，kimono 拿这个武术刀，布袋戏嘛。原则上爱画因日本的物件，变成日本的文化，讲日本话，听日本剧，过日本的节，就是安尼。比如讲，这个歌戏嘛是共款你会使演一寡日本人喜欢的故事，共款穿 kimono 唱日本歌，武上拍好也袂使。你若桃太郎拍妖怪会使，桃太郎去拍妖怪。安尼就会使，你若武上要拍好，安尼袂使，伊就即个区别啦。迄时阵就是因为战争到后期的时阵伊希望要调用这个台湾人，但是佫对台湾人无法度有够信任，伊毋知影你是毋是会你认同是毋是日本人，你认同是毋是日本，所以最后想法就是讲，安尼我甲恁全部拢变成日本人，你才会拢对我嘛，才真正拢活我嘛，所以叫皇民化运动这个代志。够会共心呢。当然啦，这个工课对自细汉就是看戏看遮济，这个林团手来讲是真痛苦的代志，有困难咯。其实嘛，伊互伊这个开始思考着讲，台湾人家己的物件到底是啥物？伊做这物件拢毋是台湾人的物件嘛，是为着日本政府做的。报当了后来，伊总算找着借口要来洗头路毋知是啥物借口，因真趣味伊洗头了走去成立一个即个剧团叫做后生演剧研究会。后生就是咱日本人讲后生劳动省迄个后生后生演剧研究我看后生演剧研究会啦，推出几落出戏就挑工甲另外一间叫做南兴新闻社推出的即个。破实民政府南拍的这个南国之花这出戏拍对台就对我就是挑工甲恁共时间伫演出就对当期共款安尼，甲伊相帮林团手这边的戏咧有在地乡土的这个故事，台顶的你叫人名的时阵，挑工就讲台语，我讲话剧情无法度讲台语，因为要求嘛，我爱讲日语，但我人名挑工就叫台语，用安尼方式来对抗就对配合咧，我挑工参揽这台湾民谣，其实拢啊藏日本歌嘛，但是就挑工甲参揽台湾民谣，演出的时阵人气是强滚，另外一边迄个破 LP 破南派这个南国之花演出吼的，这南兴新闻社推出的戏吼，都无啥人要看，因为听较无啦。一来是你总是讲政府好话，大家拢心内知，拢看得真清楚啦，目睭拢真清啦。奇怪啊！啦，大家拢目睭清心肝明，知影你这是伫创啥物啦？无方便讲安尼尔。所以我就慢慢去看就好啊嘛。所以我就来看即个台湾人家己做的戏嘛。其实当时咱会讲即个物件，就是讲迄阵国语家庭已经推出一段时间啦。国语家庭即个物件，咱若参考较早2年即个
东台湾新报诶，这个记录一个报纸，东部诶，当时是应该第4大报纸吼，叫做东台湾新报。内底地方报道讲到这个花莲港市，迄时阵花莲港市吼，花莲港市咧开始要对国语家庭的申请者进行这个审查吼，就是你来申请嘛，我就要开始审查讲有通过无通过安尼，这个记录啦，写这件代志安尼。意思就是讲，你若是国语家庭，你会使来申请认证，若有通过，就有一寡好处。就是安尼，咱报纸顶外有讲这个认证咱讲是重质无重量，意思就是讲重点是你品质来好。我无要求讲我当就是全部大家拢爱安尼啊，但是你的申请，但你的申请就一定要做到有够，我才会互你这个认证。够开安尼吼，你爱真实有法度做到讲伫厝内拢讲国语，生活起居一切拢是吼，毋若是语言，包含旧的即个旧惯信仰嘛，拢爱迄条，什么24节气啦，还是讲你咱像咱当拜拜过年嘛，可能特别元宵啊啥，拢迄条，咱就是爱拜，就是拜日本人的神社，日本人的神，过日本的迄个神纸上，对，过日本人的新历的即个新年，咱知影讲日本人是过新历的，因为这一年上尾一天，就是新历的上尾一天，所以就是你遮拢爱共款，甲日本人共款共步就对，就讲若是行就对啦，若是有通过，门骹口就会使挂一块叫做国语家庭的即个牌啊，还会使有一寡真侪生活上的优待啦，所以即个物件是因控制的嘛，所以就爱国语家庭。但是即个国语是啥咧？大家应该拢知影啦，就是日语嘛，日本时代国语即个词一直拢毋是自然出现的词啦，毋是讲你日本上侪人讲的就叫做日语，韩国上侪人讲的做韩语遮尔简单毋是安尼。国语是政府用伊的强制力量来规定讲。倒一个语言就是这个国家的官方语言，要求所有机关、所有部门，你就是爱用这个语言来写字、来讲话。甲你人济人少无同个，只要我有法度控制政府，就是我来规定，就我来规定。这是政治的语言，毋是自然的语言，这是无啥共款的。就是有这个问题，就算讲你国一撮个人啦，但是你只要有法度用政府的力量来认定讲这是国语，这就是国语，其实这是真无公义的代志，这是真无公平、无公义的代志啦。所以讲是安怎台湾当然有这个国家语言发展法，是安怎这个物件，有这个发展法了后咧，就开始甲你讲，无一个语言是定义一准的国语。咱当已经无国语这个物件伊就是无再使用这个国语这个词来定义一款绝对的语言，讲倒一个语言做国语。颠倒头讲，所有台湾人的语言拢会使是这个国家的语言。国家语言甲国语这是两个无共款的意思这就分开啊。这叫做语言平权，就是讲台语的人讲客语的人。平权就是讲平啦，大家拢是平等的，大家拢是平等的。今日袂因为你讲华语，你就较高级，我讲什么话我就较无高级。你今日讲阿美式的话，像咱之前有访问这个达摩拉强，达摩拉强学校的这个团员校长因就是伊家己不母语是台语啦但是伊的这个阿美族语嘛讲啊足好的等等，像这每一个人家己本土的语言，家己的母语拢是平等的。咱拢应该尽量尊重互伊尽量有机会发展这才是咱爱做的代志当然啦，这是初步啦，语言平权这是一个初步的讲法啦。那后壁要怎做甲讲真正平权，因为这无遐简单嘛嘛是讲爱一直调整，一直学习啦。就像咱家己用台语嘛，一直伫推广这个物件，讲希望互你感受会着讲台语会使讲足侪代志，会使互你理解，而且是甲即个土地、甲即个环境是有关系。对啦，即嘛就是讲，莫家己母语无去啦，毋通甲家己你家己母亲的语言甲拍无去，这是真无错。毋管你的母亲语言是啥，如果你是比如讲，咱讲新移民新台湾人，讲新台湾人啦，比如讲。你的阿母还是你的阿爸是，不管是越南啦，还是其他国家，越南、印尼啦，太当然，你若是讲你是中国搭一个省份，伊家己其实遐个省份嘛，拢有家己的语言。你去华语，我讲你去学你迄个所在当地的语言，我感觉就好诶。这是你甲你老母之间的即个互动，我讲也是阿爸之间的互动，我是感觉就好诶。这拢无要紧，但是就是
卖有迄款一个语言，我只要会晓一个语言，通行天下大家拢应该学这个语言，卖有这个心态，其实我讲是较好。这对台湾的文化多元是就有帮助的。多元化是好的，嘿嘿，没错哈。你的思想较进步。无啦，真的啦，我听你讲迄日去阮小姑遐，啊，伊就迄孙婿啊，伊就便当啦吼，啊，伊正客人。哦，啊，伊会讲客语无？伊本身伊30通岁，会晓40岁左右。因是讲倒一款客语哈？我无甲问咧。啊，你有甲伊讲客语看觅无？我讲伊就知影讲，我讲错毋错，伊讲错，伊知影吼，伊听有知影。我讲的话伊听有，但是无啥时间啦。哦，这几句啊嘛无要紧啊，就好无啥时间啦。啊，伊就讲，你囡仔咧，啊，迄个阮迄查某孙啊，讲。啊！你去你吼，真无彩，伊去40通年啊吧，囡仔14、15岁啊。啊，一句拢无。啊，伊讲拢袂晓。我讲啊，你哪会晓呢？去啊，你毋知学。伊讲，是啊，你若学会晓，人甲你骂你嘛知。伊讲，我袂晓讲，毋过啦，因讲甲骂我拢知影。啊，我实在无法度。结果伊迄2个囝嘛拢无教我讲，哎哟，你毋着足无彩。你的囡仔自细汉甲你住做伙，因阿嬷吼，因拢讲国语。但是因客语拢无问题嘛，因阿婆，嘿，阿婆就拢讲客语拢无问题，甲孙就变成讲华语啊。阮的孙婿嘛拢讲客话，拢可以，但是只要个囡仔甲阮的查孙啊，就拢讲国语。我讲哦，恁实在有够拍算诶，怎样呢？讲一乡一俗，一乡随俗，其实应该无法度有够拍算，咱讲实在，啊袂有啊啦。15人。希望囡仔有机会啦，吼，囡仔嘛是还佫有机会。啊，我跟查孙讲，你安尼嘛在白红头咩？没有，阿妹我拢听有，但是你无度甲人冤家啊。听有啦，听有啦，不要讲啦。你若听有，你的后一代就连听都听无啊。对，这就是一代一代愈来愈冷去嘛。啊，便当因迄就客人装啦。啊，你就是应该。啊，无法度啦。你基本住伫遐，你看像咱讲迄个纳高园长，人结婚了去甲人的部落，阿秘书有法度教囡仔，对啦，是伊的毅力坚强。啊，讲真无几个安尼啦。但是我讲慢慢啦，无要求你爱甲在地人共款，但是对啦，加学一款语言，最起码咱学是学咱家己的啊。对啊。而且你就是伫遐生活。对啊，你去学英语，去学法语，学意大利，毋是共款，拢是共款一种学啊。啊，但是有机会讲到语言，你说无忘记哦。对，就真可惜啦，可惜啦。无法度，啊，讲倒来林团秋，林团秋这个人气强强棍的演出了后咧，当然就受到日本警察的关心啊啦。关心当然特别在标注起来，关心一下咯。这几场互你演煞啦，无要紧哈。毋过台湾民谣都袂使佫唱啊。啊，过来后壁原本还佫有几十场吼，啊，你就拢免想啊，免佫小想就无啊。已经甲你切掉了。啊，佫过无偌久，因为咱迄时讲1943年啊嘛吼，所以佫2冬，这世界大战就结束啊，日本投降。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投降了咧，台湾人咧沉醉伫咧，这总算会使，毋是家人1顶的、2顶、3顶公民的这款欢喜当中。我因为过去日本殖民时代，我永远拢是比人较低嘛，所以总算讲啊，咱毋管你是要讲回归祖国啦，或者是啊，我总算是做家己的主人吼，真侪人无共款的想法，总是一个欢喜当中。1946年，1945年日本投降，1946年过年就对啊。文艺界演艺团体一个一个成立，遍地开花。大家咧想讲，我说来要做出什么款的戏剧，互大家看，都充满希望嘛。但新的时代来啊，咱出头天啊，台湾人出头天啊。过年1947年，所有的期待、愿望拢变成惊吓甲不解。迄一年。2284事件爆发，这个都市充满血甲痛苦，所以敢若所有的希望对美好未来的这个设想，就全部拢破碎啊！因为迄时自此就是白色恐怖的时代啊！自此咧，林团手消失伫咧剧场界，伊就无搁做戏啊！因为伊的性格，我看可能命嘛免，无迄个看，更爱嘛爱比起来咯。搁过几冬，主要我感觉是切心啦，讲啊，日本人走啊，但是来一个政府，搁较恐怖，搁较压制，伊共款无法度做事，想要做物件。1950年代迄个，伊就接下家己家业，咱讲因兜好家人嘛，搁单丁独子嘛，顾一个安尼顾囝嘛，接下家业变成安那咧，
变成全台湾上大间的矿场大坝炭矿的头家。你讲人就是有这个命啦，讲实在。嘛不哩记者讲咧，虽然个命运，因兜事业大虽然我无做局长啊，但是我共款就接触来家业就真好啊。对啊对啊，这会通选对啊。叫做大坝大爆好坝在龙迄个坝，大坝炭矿，炭矿就是这个乌炭煤炭矿坑啊，就是煤炭啊乌炭安尼。炭矿的这个头家，这个局长界的出名人解读生理场，又果是安怎变成台语电影界一定一的人物咧？咱休困者，咱就继续讲落去。国家电影以及视听文化中心为新历正月27号开始，一直到2月26号为止，举办孙静蕾恋爱风台语片浪漫史影展，选出7部正版的台语爱情电影，爱恨交织，悲喜交参。自今仔起，一直到2月14号，拢会使伫 OpenTix 或者是影视厅中心柜台，用新春好介绍168块买到原价220块的电影票，互你新春168一路发。两人同行也有300块的双对套票，一人出一半，感情较袂散，平均一人才150块尔。若无另一半，你就带爸母来做伴，3人同行只要360块。甲阿爸阿母做伙，经过60到70年代的台湾，感受正宗台湾 romantic 爱情风。会记得新春好价只到2月14为止哦。好，来，咱就继续转来。咱拄则有讲到这个林团秋因为228这个事件自局长界都消息，嘛接手家业变成全台上大间的这炭矿头家。照你讲，生活嘛是真舒适、真好过啦。哪会讲无代无志走去拍电影咧？这嘛是有缘由啦。1956年的时阵，也就是迄个时阵应该是民国啊，台湾因为国民党政府来个遮所以就是民国45年，就是1956年的时阵，过去伫东宝影业捌做过同事大家捌共事过，即个韩国的朋友来到台湾，有做伙做过，大家捌共事过啦，是，然后一个韩国人伫日本食头路的林团手咧，伊来个遮了，林团手就陪伊四界细老的，看一寡演出嘛，过去是伫即个电影公司做的嘛，大家拢是对遮演出的物件较有兴趣，就顺续咧看两出当时当地发展的即个台语电影毋知是毋是即个韩国人拢即款个性啦，因为即个电影看了即个韩国人安尼。倒口正射又累又经体，韩国人吗？讲安尼电线动报警是绕个歹，文件整接无一项会看口。你讲这做长程拍票爱提早到，我讲这做电影较输落地扫。那会安尼？你就红泪红眉你带来看这电影，你讲这长程这两做台语电影，这个未看哩。安尼嘛接无品啊，安尼讲林团手互伊讲一个煞，毋知要来甲应才好。毋知迄讲伊有参加，是不是？无伊迄时也无拍电影，伊拄开始拢无就是台语电影已经开始伫发展啦。但是伊迄时无参加嘛，无去遐看，好多朋友来一撮，无咱来去看一下。伊家己本身嘛也未看过，伊嘛无看过。想袂到咧，伊话即个韩国人话佫接落去继续讲毋是干那咧。我讲
但是这时阵就是对这个林团秋讲，你莫叫是恁爸母，互你去日本读册，互你有机会学拍电影。安尼意思是，这个韩国人甲伊是真嘛是在关系袂歹的款啊，吼，是台湾人互你这个机会，总是台湾人栽培你捌电影，捌啥物做电影，吼，总无讲你搁固伫遐无出来为台湾人服务。假如我若无来，敢讲你台湾电影生做啥物款，你都毋知。安尼就是要甲刺激啦，你甲激就讲你有这个才情，你互台湾的电影拍甲安尼，敢会看你？对啦。伊当时是就安尼甲激啦，林团秋互这个朋友讲一个吼，伊就开始心肝就咧拗啊，话是讲啊真重啦，讲实在，毋过嘛确实真有力，头前是讲个足歹听，但是后壁其实有点着迄个伊心肝会拗的所在吼，所以就心肝硬啊，就开始不硬啊，迄个感觉吼，伊咧就走去找一个嘛，算讲真有才调，较早就嘛是捌读过即个明治大学甲共学校的，即个学长吼，或做即个杨调家。杨兆家，调就是肇事逃逸的肇，杨调家这个字念做调，所以杨调家去甲伊开讲啦，就讲起着即件代志。我想可能即个开讲拄开始嘛，小可有即个心思啦，才会出开讲。人讲交着歹朋友就是安尼啦。即个学长就甲讲，伊就讲即件红梅的代志嘛，校长就讲对啦，人讲话是较歹听啦，毋过嘛是在情在理啦，在情在理讲较实有道理安尼，对无？你是较是应当出来做啦。就是杀别人落火坑拢较简单啦，对无？就是即个感觉。林团秋拄开始吼，佮伫遐咧咕咕哔哔咧，敢若无爱安尼吼。嘿，就讲拍电影吼，都毋是遐尼简单的代志啦。爱人啦，爱钱啦，爱土地啦。土地我是真济啦，嘛无几个人会使安尼讲吼。土地我是真济，真新鲜吼。毋过安那吼，就伊讲毋讲安尼。毋过这毋过迄吼，就是后来即个学长。真阿萨里啦，甲因讲安尼啦，你人若有心吼，一个咱嘛无嫌少啦。重点是你要有即个心。若钱的部分我来发落啦，我来种钱，我来倒找金主嘛。就安尼，自此玉峰影业就成立啊。玉峰就是伊的即个公司的名玉峰就是即个玉的玉啦，玉峰就是即个山峰的峰。玉峰影业就来成立。伊佫做一个开始起做一个即个乌山制片厂。制片厂就是拍片的所在嘛，你影业只是一个公司的名嘛，但是你有一个片厂搞到营业啊，搞到拍电影啊，做湖山湖山制片厂就是一个敢若是厝共款，就是中影文化城，中央一个文化城共款艺术，过去嘛是拍电影的所在，就是安开始伫起做啊，因为足大间啊，真开时间啊，当时听讲是全台湾上大的片厂。片厂伫起的当时咧，拍电影的学员你就爱开始传啊嘛，开始找啊。玉峰影业前后5期总共收120个学员。安尼不哩济啊，人真济哦。片厂拄开始供应这学员真较大，后来开始小可有啲顺势运作了后咧，学员逐个月个月级通领，月级就是薪水月薪月级通领，伊是有分哦。对外合股募款。找着人来投资的钱，拢是用伫硬体，像即个片厂该起做啦，设备爱买即个设备嘛，即个物件。若人的薪水啦、食啦、住啦，拢是靠伊的炭矿的收入来赚。我那掠即边来报一空就就赚的拢摕来遮开啊，对吧？好佳在这是全台湾上大的炭矿，应该收入也佫袂歹迄东西。有即窟啦。伊的想法是讲安尼啦，伊讲我做即个代志吼，是要互台湾人会晓做台湾的电影。我的目标是安尼，我要替因起一条路，人甲教会晓啊，我就甲放出去。即个学员，所以120个学员，我伊无甲任何一个人签约。拢无签约啊，就是讲，伊讲，嘿，你只要学会晓，我遮的工课，我遮的物件，你学会晓，美角会晓。你去外口，你家己成立公司，还是你去做演员，你去别人的即个影业去拍电影，拢无要紧，因为咱无签合约。宰相肚里能撑船。因为伊讲，我就是为着要互台湾人会晓做台湾的电影。你要给摊开就对啦。听讲当时甲朋友讲话，别人有听到吼，伊讲伊捌讲过一句话吼，真气派啦。伊讲，我都毋相信讲台湾人拍台湾的伫台湾拍台语片袂兴起来。咱宜兰腔讲兴啦，有人所在讲兴吼，兴袂起来安尼吼，都是有即个阿萨的气魄啦。讲我就是要做互着大家看，嘛希望讲台湾人真正拍会出家己的物件，做会出家己的 style。
是，伫遮咱来知影一个时代的背景啦。伊是安怎会讲出台湾人伫台湾拍台语片这件代志咧？当时台湾伫咧28事件了后，台湾拍的电影吼，若毋是即款反共爱国，就是替当时国民党政府讲好话做假戏，大家心内知无人想要看啦。但是1950年代进口的即个国外电影是愈来愈厉害，西方国家的啦、日本的啦、香港的啦，拢足侪，尤其讲厦门话的电影。咱知影讲厦门话其实甲厦门话甲台语足像的。毋是广东话哦，厦门厦门其实因讲的话，对，咱是讲厦门啦，毋管啦，厦门话即个因的讲话方式因的厦门话甲台语是足活，真活听一半句啊无，大部分拢听有安尼，所以尤其遮因的题材真济即个管制嘛相对较无较严你台湾伫内底拍时就先上新扎嘛所以真受欢迎尤其是即个厦门话的电影啦所以咱都讲厦门话甲台语真哇关系嘛较深所以伫50年代时阵突出票声拢真好票声是票房票声真好呢有钱有赚啦大家自然就开始会想既然即个语言嘛有影响嘛讲偏偏即个电影内底即个讲厦门话佫较好做表示讲语言对咱的影响是有的咱会经语言来看片对所以你若听较有你就较会去看是若安尼咱敢有法度拍家己的电影咧因为咱若讲家己在地话毋是叫你讲伊受欢迎嘛所以头一出台语电影叫做六才子西厢记六才子西厢记就伫咧1955年来出现头一出台语电影即摆来讲就叫做敢若黄梅调的意思迄个时阵应该还是有唱歌因为即出单已经无看到啦毋知影但是较无食市头一出其实无讲介食市反应破破但第二出咱讲的是即个台语电影拄开始迄时阵即个林团长嘛还未开始落去拍就拄开始的时阵第二出是由歌戏班或者广乐社广乐社出钱找来捌伫咧日本学过拍电影叫做何基明即个人来做导演拍出一出叫做四边鬼与王宝钏这题材大家拢熟悉嘛大家拢知影即个故事票房下叫自此台语电影就唱甲了袂调就开始去就是为即出开始第二出电影开始四边鬼与王宝钏当初是杨丽花嘛做足侪台语电影我毋知你知影无我看过呢伊嘛做查某囡仔对是讲你话大家没关系打咱看没关系即摆看没关系伊说还好啦都看初期的小年嘛毋过当时片抢嘛毋是较好做啦整体来讲因为片抢你若有愈来愈大间无毋对但是一寡设备啦条件啦其实嘛拢也袂到位因为拢毋是台湾家己的物件你无这设备嘛迄阵阵也袂较齐全啦是所以林团手即个乌山这片抢完工了规模比当时听讲这中影中影文化城这中影过去的中影拍片抢也片抢即个佫较大比中影佫较大设备应有尽有该有尽有啦若歹买就直接过去甲即个东宝影业伊过去伫遐食头路嘛日本遐熟悉即专业的人才嘛咱嘛捌做过同事你会使来台湾斗相共者咱伫现场台湾做你会甲我指导一下请伊来斗相共无一定挖角就请伊来斗相共安尼讲阮要台湾要台湾制作来讲要安怎做你甲我教你讲你看这手柜偌粗偌好个要做这个代志当然敢若有钱是无够的过去伊伫东宝的时就因为咱讲骹手无够嘛伊啥物拢爱学拢爱做即声都拢学会用会着嘛规个片抢就伊一个人教众人灯光摄影剪接布景化妆演戏逐项都爱伊来教所以真正是专才啦讲实在毋过咧即个玉凤影业甲乌山这片抢伊嘛有拄着真侪问题啦国外叫的设备一直无法度到位是上大的问题比如讲搭上新的设备是啥物迄翕出来品质完全无共款为着要叫即台机起来安尼等几年可能叫袂到像咱搭因为即个全球过去受到疫情的影响嘛定讲叫一个物件若要国外送来加拖足久甲较早拢袂比哩时间加拖足久的迄个感觉共款拖足久所以1958年迄时阵台语电影长青你凊彩拍啥都卖啥都卖甲下叫的时阵
伊对袂着，因为伊无法度机器还未到，嘿，机器还未到，机械还未到吼，所以因就还佫无法度拍片。一直到隔年1959年才开始拍电影。吼，上好的时机你其实都无拄着啦，差一年你就机器无够。头一出咧，或者阿三哥出马，嘛高水啊。来有名嘛，有了真趣味哈。但是咧，受到电影心早的刁难，刁难讲这安那迄安那吼，你这个名怪怪啦，吼，讲这个阿三哥三就是这个阿三是不是你甲印度关系真好？因为华语内底有讲印度阿三嘛，对台语内底根本就无这个物件。哦，台语你甲讲台，你若讲正台语人，你讲印度阿三，伊毋知你讲啥。阿三哥咱定定有这个讲法嘛，你若老三嘛叫阿三啦，真正这个人，然后咱咪弄安尼称呼。伊这戏内底有一个选，敢若选议员啊，什么的一个剧情。伊要选什么和平家还是和平什么的议员？就讲你是毋是就是因迄阵中国迄边吼，就是共产党迄边是。讲恁有迄个头。因为有讲要和平解放台湾吼，所以你这是毋是替因宣传？我有诶无奇奇怪怪说我住和平街你，我这条街头和平街你要我呐？无叫去改街。你毋管哪改水拢无效吼，这嘛给你剪掉，迄嘛给你剪掉。伊就是刁难呐。剪到破糊糊，所以这出戏有甲无共款啊。未看你啊，未看靠你啊，所以无法度，就是安尼头一出就受到真侪挑难啦。后来佫拍即个探烟花，探烟花算讲是袂了袂歹，但是后来嘛佫加拍几出戏了，就成绩破破啊。伊感觉讲即个时机因为台语电影现在起起落落，所以伊就想讲无就先解散咱这工作人员啦、学员啦片抢咧，反正我遮大间嘛。对外开放租用，互恁来租我嘛，是收租金嘛，嘛是款方式。因为咱讲台语片迄时阵已经起起落落啊，一直到1961年，到即个1969年这几年期间差不多7年至8年的时间，是第2遍台语片的时行时期，长时行呢。第二春就对了，第2波就对啊，一段时间，因为可能因一寡设备的改良啦，还是大家某一款议题穿起来，大家就讲咱去看啥，有真侪物件拢是安尼嘛，一波一波搁再回，搁再转来，就敢若咱穿插讲 fashion 时尚穿插时行下来，咱咪复古啦，这段时间大家看看，10年后这个流行个时间转来，就是这款感觉啦。而且台语片嘛是共款，迄个时阵呢，1965年的时阵，陶恒，咱讲伊陶恒家出世的嘛，陶恒信东有唱，就找林团秋啊，来讲。你要用我的这个有唱做背景来拍一出电影无？我来出钱，我出20万，迄时20万嘛袂少啦。伊就因为迄款四档啊嘛，迄款四档拢无个拍电影，就是拢敢若出租这个片抢尔。结果就拍出头一部电影做5月13伤心夜。这出戏安尼卖了非常之好。是吗？伤心夜故事啊，这是故事啊。咱那边咪讲着这个故事哦。但是后来咧电视出现啊，台视，台湾头一代的电视频道就是台视公司。是。伊就感觉讲电影恐惊是互这个电视拍败啦。我讲这个未来，大概也袂偌好啊，所以伊就渐渐就收手啊，佮拍几出了，伊就无佮做啊，就无佮做电影这个代志啊。当然啦，这个台语电影咱讲一直发展到1981年，咱当讲台语电影时期是为1955年到1981年这26年来算啦。那5月13伤心夜了后咧，林团秋无佮拍其他物件，别人嘛佮继续佮伫拍嘛，佮伫拍电影。伊收起来迄就做人啦。但是呢，安尼来看台语电影时代有一个。其中有一个时间点最特别的大家都讲最奇怪，这个时阵哪样呢？这个上重要的时间就是1970年这年，因为前一年1969年台语电影佫当伫唱一年拍出100多出的电影。迄产量不得了！你看台湾当家己拍的电影，一年敢有100多出，可能无。迄产量太可怕了。迄时嘛无 Netflix 投钱互你通用，也无国外资金安尼但是到了隔年1970年的时阵，剩无5分之，剩20几出。为什么？向都落落来嘛，大家嘛唔知讲到底什么理由啊？讲实在，这部完全定论啦。不过大概一寡研究者捌提出过几点安尼，那包含着像头一点是讲市场的竞争，意思是讲，迄当时华语片当时当然做国语片啦咱国语就人讲一本时代国语甲后来国语佫无共款我当然我较关心讲华语片当时当伫发展当伫起飞啦佫受到外国电影甲台湾因为1960
啦。年，咱都讲电视嘛开播啊，1962年。啊，重点是电视开播佫免钱啊。嘿，啊，还有即个国外电影嘛入来，即个国语电影嘛入来，吼嘛当伫拍啦吼。台语片受到遮侪对手的竞争，啊，伊的品质说一直拢无长进，啊，为着要赶拍即个新的电影，甚至品质佫较歹，嘛会有出即个问题。无进步去，啊，自然都愈来愈无人爱看嘛，啊，卖了无好，大家都愈无拍嘛，就是即个问题。哦，当然，即个讲法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前一年啊，佫有百外出电影，啊，毋管你偌济讲其他的竞争来讲啦，一年百外出的电影来讲，伊本身台语电影本身就是真大的彼此的竞争啊，对无？人讲好好无十全，歹歹无加两，那有可能讲招招好是招招歹，内底一定嘛有品质好的啊，一定嘛有受欢迎的啊。那受到欢迎，大家讲人迄做了袂歹咧，咱嘛是会使对即个主题去拍。那会讲过年尔，过一年尔，随便1970年煞为百外出剩20通出，吼，这小可奇怪，这个市场竞争可能无法度完全解释即个问题。哦，一般咱讲市场是愈来愈落水，可能会，但是你讲一年差一个差5分之就怪怪啊，吼。另外一个讲法就是这政治的压迫啦，吼，这个政治嘛真大的关系。国民党政府的时阵推动国语运动，吼，国语的问题，咱头前已经讲过啊，吼。有真侪即个严格的审查制度，像咱头前讲阿三哥，虽然是即个1959年就出的电影，迄当时就受到足侪挑战啦吼。你若台语的，我就加挑战寡自然，你的生产速度就受到限制啊，对无？吼，加上即个白色恐怖时期啦，像电影即款要有真侪创意发想的作品，你爱想工想帮想即个奇奇怪怪的物件，你就较歹做，因为限制真侪嘛。对啦。但是你若讲当时1970年迄一年，敢有发布什么特别的即个政策啦？吼，调讲要压制台语片的数量，佫无哦。你若目前看政策来讲，你是无看到即个物件。所以你讲咱若要看即个问题，甲规个放入去即个时代内底来看，吼，毋是讲干那某一条政策，还是某一个代志来看。对啦，有咧真侪因素伫里啦。当时电影都要对乌白转向彩色的，吼，就是乌白变彩色的。讲人生是乌白，就是彩色的，甲你肝较有关系，吼。好，毋管咱讲彩色电影伫迄时阵看起来，当然是较高尚嘛，对无？咱若当的人话较看袂惯是乌白。像相片共款，古早是乌白啊，啊尾啊，即摆你看。当毋若彩色，我强调讲这色偌济色的，使安尼水水水。个水甲黄哩。当已经毋是彩色尔，但是有法度甲你自动调较偌水。佮甲你调少年偌济，皮肤有白好暗无？就是时代无共款啦，但过去是乌白转向彩色的时间吼，差足济。但是你看哦，迄段时间上青出的台语电影，我无甲100%是彩色的。真对无对？你像我讲，台语电影是安那一年才少即个彩色的，拢乌白尔。其他像即个国语片都有，是安那国语片的较济，就是伊的做法就是安尼嘛。互你国语的电影比台语的电影佫较有机会摕到彩色底片，因为你要进口，你要买，其实嘛要透过政府一寡管制吼。所以彩色你若国语电影要申请，我都较有机会互你过。你若台语电影要申请，我甲你挑战。你是因为你拍，你物件摕袂着啊？对啊，你摕无底片，你无彩色底片，就是这问题嘛。过来我就开始宣传讲，彩色的就是新，就是好，乌白就是拗古。但无人要看啦，这乌白想要看，就甲你宣传这个物件。尾啊，真是嘛是乌白，就变成落寞。过来说来，各种补助拢超工伫咧补助国语片。咱记一个咧。1956年的时阵，政府颁布这个国产电影事业辅导方案草案，意思就是讲电影开始要有主管机关来负责。古早都开始无电影时，大家嘛分袂清楚，无人去管嘛。当有人管啊，主管机关。到了1958年，就是民国47年的5月，决定由教育部来管。伊辅导事项就包含讲要提供资金贷款啦、器材进口啦、这个目前这剧本啊、人才培养啊，这必要的协助，协助咱拍电影的人。嘛有定一寡这审查内容的方式啦，技术面配合咱的国家政策啦，拢是款永远拢是这物件。发挥这个教育宣传的效果，若做了有好，咱就可能会互伊奖金、互伊奖状、互伊奖品，就这奖励的方式。这个时阵伊讲的是国产电影。
只要是台湾生产的，唔管你今日拍什么语言的片，咱拢只要你做了有配合我政府的一寡政策宣传，咱拢会使有补助有奖励。过一年尔，到了1959年就是隔年，改成这个新的法案出来，变成47年度奖励国语影片办法草案，原本是奖励国产电影，但变成奖励国语影片。佫无啥共款。为着发展国语电影事业，由原本的补助改成积极的奖励，或者是讲我毋是干那补助尔，毋是来申请补助遮简单，我主动去找你，主动来宣传，主动来协助你，只要是台湾、香港嘛算在内。香港有一个背景，就是因为当初是香港是英国统治的，但是香港毕竟是即个甲毋管甲台湾是甲中国拢较活的文化，所以伊。迄个时阵，即个国民党政府希望讲，你香港爱较活，我毋通去我共产党较伤我，所以真侪物件伫补助上，香港拢算在内，就即个情形啦。讲你做的这作品啊，希望是讲阮的好话，毋是讲因的好话的意思。所以即个时阵呢，就即个国语片包含香港在内国语片，只要会当配合国家政策，就会使发互伊奖金新台票。迄个时阵新台票130万。迄时阵足济哦，就无几落十年前，70年前左右非常之济啊。是，所以一年来对国产电影变成即个国语电影。你若是地方语言，地方语言就包含台语、客语这，伊拢变成地方语言啊。影片咧，你爱有国语的这 copy， 才会使当做国语片。爱个迄落利用，重新配音过，你爱有个所在有放国语的版本，才会使像咱一寡国外进口，比如卡通、卡通的这款物件配音动画这物件影片可能有台湾的配音的版本，嘛有原音的版本安尼，你一定要配音过，才会使当做国语电影。这都有差别。既然我咧个配音过，我规矩一开始就翕国语就好啊。对啊，就变成安尼啊。对，所以你是毋是台语电影就来愈少啊？当然无啊。这就是安尼。其实本地咧，这个草案内底当中还有一条，就是讲，若是地方语言的影片有特殊优良者，申请奖励时阵，咱会使另外办理。就是讲，我嘛是还有照顾到这个方式，就讲，你若确实用你毋是用国语的影片，但是你的台语啦、你的客语的这个影片的内容真好，对国家来讲，真有宣传效果，有用处啦，有优良者，讲好听就优良啦。那我就赶快会使另外奖励，另外鼓励。但是这个草案咧入去到行政院时阵，行政院才是直接表示讲，这句话暂缓，意思是讲。咱这以后再讲你只要是地方语言，拢以后再讲。这以后再讲啦。你又怎样讲？这就是问题所在嘛。对，以后再讲，以后再讲就歹讲。咱大家拢知影金马奖，金马奖它变成讲会使讲是亚洲地区一个真重要的一个奖项电影的奖项。当初是为着奖励国语影片来设计。只有国语影片才有资格来提名金马奖。这就是就是电讲是，这就是一定的要求就对啊啦。所以当初是有一出戏叫做为这个黄春明这个老师的这个作品改编的电影叫做《儿子的大玩偶》，因为伊无台语的讲法，我都无特别迄落啦。伊当初是有入围金马奖，就受到真侪这个批评，讲内底讲较侪台语，那说那会使参加金马奖，哇！到尾以前啦，嘛是会使参加，是因为因去计算过讲。伊内底讲台语的比例无超过50%，你袂使超过50%，我就免讲算你讲是国语片。我这是足悲哀的代志啦。但是嘛是无简单安尼对啦但是反正就是安尼咧，咱讲金马奖嘛真好笑，当初是为着打压其他语言，敢若要留下国语的影片所做出来奖项。当然佮打的意义就无共款啦，但是各种语言拢会使嘛，搁较鼓励。即嘛拢鼓励母语去啊，慢慢就当然都搁较鼓励无共款的语言，时代啦轮回啊。其实我是认为讲，像这利用奖励来扶持官方设立的国语，互咱讲国语这个事，我当然一直讲国语这个事是跳硬来讲利用资源的不公平来打压台语电影，这个因素拢是台语电影后来无法度搁发展的真重要原因。无法度生存啦。是，当然这是较沉重的话题啦。咱今日主要是要介绍这个国家电影及视听文化中心，这边推出的这个当年台语电影内底甲爱情有关系影片。
这就变成这个孙经类恋爱风台语电影浪漫史这个影展就是影展的影展。最后咧来甲大家偷偷讲一出这个内底，因为我有事先看过啊，感谢因先互我一寡机会先看，其中一出嘛是就是这个林团秋的作品，对，咱都讲5月13上心夜的故事，偷偷先甲大家讲个剧情，这是伫讲一对姊妹啊，阿姊叫做蕾娜，这个小妹叫做淑清，我咧听名讲阿姊叫做蕾娜，敢若较现代、较嘻花，小妹淑清听起来斯文清秀迄个感觉吼，感觉较委屈的感觉。但是咧，事实上咧，这个蕾娜因为爸母早死为着照顾这个淑清小妹伫咧舞厅唱歌趁钱，但是做人真朴实的一个人无介意这真虚华的世界，是迫不得已为着饲小妹嘛，唱歌较好趁伫咧舞厅内底一心咧就是甲小妹请养大汉。但是嘛，因为伊伫咧舞厅唱歌这款工课，算讲是一个风化场所。对啦，算讲风尘人以前讲，算讲是风尘啦，所以小妹，小妹就是心内当然嘛感谢阿姊，但是当时嘛真看袂起这个工课，对，真矛盾啦。我嘛歹势找朋友来厝内你若人也知影我阿姊伫舞厅唱歌，就见笑的安尼都这个心情。这个淑清咧，大学毕业了后咧，考调一间这个药厂。我都读到大学无简单，这阿姊爱真拍拼，叫饲哎呀，你讲查某囡仔，搁要互伊去读大学迄个时代所以这个考调一间药厂嘛，就考调药厂要食头路。咱知影讲这间药厂，就咱之前讲的，找导演林团秋来拍片，信东药厂。较早咱有做置入性行销嘛，广告放入来底，规个药厂我都互你做广告，背景就是大字信东药厂。这拢是真即成药厂安尼。我以嘛有这个名，信东不哩有名。甲当敢嘛有？有哦。哎，你头家。哎，当初是宣传做了袂歹，咱讲真远安尼看真远。我都未试甲当。讲咱即个小妹啦，因为即寡景嘛是就是直接伫即个药厂翕的啦，真出名。小妹考入去药厂了后咧，甲合作的玻璃公司因为做一寡药干啊啦、药干啊啥物事所以跟有来往就去熟悉到一个对方公司的主任玻璃工厂的主任啦，做文斌对伊有意爱即个查甫囡仔做文斌啦，但是剧情内底伊就用你看伊安尼好做文斌安尼文质彬彬安尼真气质真烂安尼所以讲即个名伊调工每一个名拢甲电倒饼个性甲伊的名拢好做电倒饼安尼真趣味伊就像即个文斌伊就用的伊个会带淑清去拍鸭叫去外口拉拍拉着拍鸭叫安尼，你真正伫内底看到讲伊拍死迄鸭叫淑清个会走去找迄只鸭叫甲炸转来就讲即个是炸迄狗啊，炸狗啊去拍伊造成拍迄个花枝片啊，足趣味伊迄拍着的鸟啊，拢足大只，敢若较大只咧。你就看一个查某囡仔穿水水，老鹰，大叶。一般应该是即落像拉鹅啦即款的野鹅迄款的伊就看查某囡仔穿水水抹粉点胭脂手订一只死鸟啊盐棍，足恐怖，足写实的呢伊个足欢喜的，讲会使加菜啊，敢若倒遐怪怪足趣味即个拍起来那真奇怪，足趣味的迄场面你看我足爱笑啦，从以代现代的眼光来看这摆特别介绍淑清伫即个淑清啦，伫咧药厂食头路时期，甲伊共时期入去共期的朋友啦就是讲入去了，大家熟悉的共期的同事安尼，即个人有一个好朋友，你详细甲看，你会愈看愈目色。就是少年时阵的素珠阿姨，所以你内底看到素珠阿姨咱听友你素珠阿姨少年嘛水啦。你若唔知影素珠阿姨是啥，我互你1分钟，你先动落来，你先去查看卖。当然你若一听就知影素珠阿姨是啥的，应该拢30起跳啦。伊的声嘛真特殊，一看就知影是伊，拢无变，对啦，变较老伊话拢无变。大家若真正推荐大家看这出啦，足趣味啊！那你看素珠阿姨，你若毋捌看过白泡泡幼绵绵的素珠阿姨。
以我的岁看到伊时阵已经是真有岁啊，吼，迄时看到伊已经真有岁啊。迄阵拢胖胖。啊，迄时你看到伊是白泡泡幼面，较无遐大箍啦，迄时阵较无遐大箍。少年时真水。真爱真是爱大家去看电影感受一下，然后白泡泡幼绵绵的所在而安尼。我讲到丽娜本身吼，当然咱讲有俗称的即个工厂的生活嘛，伫咧药厂的生活。啊，这丽娜呢，因为伫咧舞厅上班吼，总是拄着一寡迄款爱美国想的即个人客，啊，高伫美国想的即款。有一边呢，伊就搁拄着啊，你跟我出去啦，有诶无即款的。好，有一边呢，伊搁拄着啊，吼，好佳在有一个来应酬的人客来甲斗解围，啊，两个人就安尼来熟悉，吼，发展出感情，互相都有意爱，吼，带伊去厝诶，讲啊，带你来阮兜熟悉啦，吼，安尼。姊妹两人咧，就定定互相来分享讲，我诶即个对象，我介意即个对象诶代志吼。啊有一工即个阿姊丽娜就甲讲，我有甲小妹讲啦，讲我有邀请我迄个对象吼，迄个查甫囡仔吼，查甫人来厝来食一饭啦吼。那小妹咧听了嘛真欢喜，讲我总算逐个听你讲，讲我会歹势，但拢无当面看过，想讲今日会使见着阿姊诶男朋友啊。你看因讲着游玩啊，去耍啦，吼，定定嘛会用着实景哦。就讲我去倒遐耍，嘛拢会拍一寡实景。那其中有一个真趣味的，就是就有迄条当时大稻埕的下海城隍庙。咱之前要介绍过下海城隍庙。嘿，5月13出巡的画面，所以啥那做5月13伤心夜，就是迄天。城隍庙出巡，都活动真闹热。人讲5月13人看人，大稻埕即款讲法，就是讲城隍庙出巡的关系。就是你讲即真闹热啦，闹热干呢，那就是这一天可能会出来，可能嘛会对拜啦，像那妈祖经过咱嘛会拜吼，所以嘛才有就趁即个机会，请男方请这查甫来厝来讲，咱做伙来食拜拜，今日看较济嘛，总是有一个理由。像知影咧，即个阿姊的男朋友一来。才发现，伊就是俗称一直足介意迄个玻璃工厂的主任文彬，姊妹啊爱着共一个人。吼，当初是无相片嘛，讲我手机拍开，你看我出去耍的，即生做啥物款吼？迄时无即个物件。所以两个人都等于讲三角恋啦，这是一个三角恋的故事。奇怪呀！原来两姊妹爱着共一个人，小妹气一个吼，讲阿姊你哪呢？我迄个人姊什么？可能暗时姊唔知影嘛。当然嘛，讲甲足歹听，就甲阿姊妹甲足歹听，搁甲即个查甫讲，阿姊着即小妹较娇气啦。讲你知影即个你即个所谓女朋友吼，是你舞厅上班想讲。我知影，我就是你熟悉的，所以你嘛知影哪有诶无诶吼，讲甲足歹听就对啊啦。伊就起一个小妹起一个撞出去啊，阿姊就伫厝内哭。你若去看电影的听友，就一定要甲注意看觅。台语电影内底伫表现哭即件代志吼，足趣味诶，就要用拍诶。可能拍到位困啊，你个哭安尼，一定爱拍只哭，只叫安尼，对抽筋安尼敢若吼，要甲家己规个人背去拍去啥物物件顶悬哭安尼，一直拍一个物件，嘿，足心实个。伊甲咱打时间讲，你著爱翕你的面吼，目屎滴落来，较早毋是，较早拍你物件顶悬哭，吼，足趣味足古锥诶。你若过去捌看过，应该就一撮印象，表示哭的感觉甲人无共款，迄叫个成分真重安尼。小看一款舞台剧放入去。电影内底感觉，因为过去的做法无共款。迄阵都毋知影要安怎拍片。迄阵拍片的方式无共款，吼，表演的方式嘛无共款，所以以现代来看，想讲这讲话的方式动作呢，遮奇怪。但是你想讲，你甲舞台剧的一寡特性放入去电影内底就是安尼。拍咧靠，应该有些讲电影话嘛是用配音的。因为你无法度安尼讲，一部分可能是讲袂出来。对啦，但是足趣味，你讲这是伊特性嘛？你讲当一个时代的特性嘛，真趣味安尼吼，足深色的啦吼。文彬呢，根本是就是分袂清楚讲，当时发生什么代志，知影？伊甲你当时交往两个嘛？其实伊无交往两个哦，伊甲即个俗称吼，就是小妹，其实是顶讲是同事，无共公司，但是有往来的同事。往来无大家出去耍，但是我无讲我甲你交往啊，咱大家做朋友出去耍，做行行。嘿，我对你无啥物特别的意思啊，咱是同事尔，同事交好，大家好朋友，大家出去耍是无问题啊。查某误会啦，安尼讲查甫嘛无讲清楚啦。是，咱即嘛会分解是安尼啦。查甫人家己嘛无讲互清楚啦。嘿啦。
丽娜就真伤心啦，甲讲啊，咱两个莫阁做伙啦，阮小妹一直遮介意你，啊，毋过人文彬嘛是真刁直咯，伊讲，毋过我介意的是你啊，我甲小青就一直是合作董事的关系尔，我是讲你介意合作关系。会使莫无代志带人去拍照啊，足奇怪。我当反正伊的意思就讲，我本来就无啥物特别的意思啊，你是误会尔。误会你无讲清楚，查囡仔人迄个怀春少女，你安尼讲对无？啊，文彬离开了后咧，毋管安怎吼，即个丽娜总是爱去甲小妹找倒来。想袂到即个时阵，煞接到电话啦，准备要出门啊，接到电话，原来是进前一直伫舞厅甲美国想的人客又过来啊，伊敲电话到因到因兜去啊，吼。甲伊讲，伊的小妹我甲你拐走啊，你小妹甲你拐走，饭店地址我互你，你若无出现，我就对你的小妹不利，啊当然就烦恼嘛，就算讲明明知影讲这是陷阱，那嘛是明伊无去嘛，为着家己的小妹一定爱去啊，想讲哪会安尼吼，小妹互带走去安尼，想袂到咧。到了饭店迄间房，所看到小妹俗称倒伫咧眠床，人迷茫，涂骹阁倒一个人，一看是迄个奥客已经变死人，红台是啊，小妹手握一支刀，敢讲是小妹甲伊安怎去啊？这个时阵楼骹竟然传来警察的声，所以这声害啊，小妹有大好的青春的，哪会使全部乌有去？伊若真正是杀人凶手，明仔因为伊当人昏昏死死伫咧眠床顶啊，我嘛毋知影咱问嘛袂好问啊，因为警察要来啊，丽娜咧抽走俗称手内的刀。等待警察来搞，到底杀死奥客真是俗称，还是有别人？丽娜决意要顶罪，敢有法度细说伊的冤情？这就交互大家家己去看。自今嘛起一直到2月14號，拢会使伫咧 OpenTix， 也是即个国家电影以及视听文化中心的柜台，用新春好介绍一个人是168塊。那买2個人的套票是300塊，買3個人套票是360塊，3個人做去上的好吼。買到即个孙静蕾、戀愛風台語片浪漫史影展的即个電影票。影展資料我嘛攏會放伫咧說明區，互大家去看，大家去看吼。你是講甲2月14號對，買票是甲2月，即個優待介紹啦，優待介紹是甲2月14。電影是放甲2月26，但是你若要提早買到即新春嘛，即新春好價吼，新春好介紹是甲2月14之前要記你買票。你若手機有裝即個 OpenTix， 這真濟買票的一個系統，你其實用手機就使買到票啊，可是足俗的啦。講實在，這電影要修復吼，因為過去幾多十年前電影，看這個片我都無簡單啦。真歹看到，而且是你會使看到一個時代真無共款的所在。像咱當講，這個5月13雙十夜內底到這個城隍廟出巡的畫面，原來當時因是拍實景，你想講原來當時幾多10年前城隍廟是這個方式去出巡。頂頭啦，北管的這個樂隊啦，因做啥物代志，足趣味的，足好耍的，你使看真濟物件，真濟過去表演的方式。安尼算個中好一屆，2月14進前買票，有這個優待介紹，真大的優待吼，真俗講實在。尤其你若阿爸母過去捌看過台語電影，出來去看。結束的日子。演完的日子，上尾講是影展最後一天2月26號，新曆，咱即馬所講攏新曆2月16， 2月26，啊，2月14進前是有優待票，愛去買，安尼吼，安尼有清楚無？好啦，咱即嘛差不多啊，時間嘛點半鐘去啊，啊嘛，希望大家平安順遂，甲你拜一個晚年。啊，當然，最後咧，這集的結尾咧，咱來放這個點解咱講，你就期待哦。派出科，你要來遮，你來吼，攝影機請你食個飽。我甲講，因為平常時你屏東較遠一寡啦，趁機會找一間機會來耍。你若來個遮來個宜蘭，甲我講。愛若帶規家伙仔來會使無？會使，但是袂使甲我超過10個。10個嘛傷濟啊吼！好來吼，咱最後來放這個拍出去提供的這個助念的結尾詞，做來聽看覓。好來。哈，
唔知大家对这集内容有啥物款的想法呢？这一集你听了若是有介意，或者是有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r. Box、Firstory 留话互我，或者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是 Mr. Box， 嘛希望你才留下5粒星的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另外伫 Facebook、Instagram 查出野特聊聊天，也使看到更加侪节目内容的补充哦。咱就安尼哦。好啊，欢迎大家继续录这本书互我，大家这咯，大家拜拜。